弘扬研究院，你看还有进食所研究院谢国兴教授在台南大学演讲，宋江镇台湾庙会文化的现代传承。谈那个花莲宋江镇，你看宋江队、福建南安赵康村，还有花莲宋江镇的由来。看穿古装化妆的呢，台南后壁的登地丘啦，好像是叫四安村还是什么？还有传到那个夏营后，红毛臭了，夏营的红毛臭有没有看到夏营？红毛臭也有，花莲宋江镇，好像屏东路，高雄内门啊，宋江镇比赛也有看过，宋江镇，花莲宋江镇表演，好像是屏东哪里的官社吧，也有花莲宋江镇。还有介绍宋江镇的师兄弟的那个绑的脚筋啊，腰带功能，脚筋系统有这么多种颜色，黄、红、青、绿、黑啊。水饺慈济宫上白礁主绕境活动，那个宋江镇是用青脚筋的。宋江镇也有女队员，大陆厦门好像什么宋江镇啊，女子宋江镇，也有来高雄内门顺贤宫表演的，那个是因为举办创意宋江镇比赛，好像都是春天的时候有举办创意宋江镇比赛，观世音菩萨圣诞之后嘛，圣诞日期那个日期前后吧，网络上找看，你看青脚筋有没有？青脚筋，还有人绕境的轿子，有神轿有屋顶的那个是文轿，没有屋顶的是武轿。另外还有4人台的小轿子系列，也有2人台的，也有手拿的手轿啊，手轿。有没有2人的？有吧，前后各1人啊。金狮镇、白鹤镇啊，还有什么龙狮镇，还有神龙镇，还有什么镇啊？树林树丁派块，跟那个庙会也有关系啊，跟镇头也有关系啊，还有八卦镇啊。